歡迎參觀九龍城東頭村呢個443尺嘅壞型公屋大翻新，全屋走現代簡約風。一入屋客飯廳非常光猛，電視特色牆用咗木條紙加埋滲光燈帶，層次感十足。旁邊配搭玻璃吊櫃，增加收納空間之餘，視覺上一啲都唔壓迫。推開呢道型格嘅黑框玻璃趟門，就係廚房啦。玻璃門可以阻隔油煙，又保留到通透感。櫥櫃用咗超清新嘅淺綠色襯白色，加上白色麵包磚牆身，容易打理。L 型嘅工作台面夠晒大，煮飯都開心啲。入嚟第一間房睇睇，呢度做咗全房淺木色地台，儲物空間 max， 加埋頂天立地嘅大衣櫃，幾多衫都夠擺。設計師仲好貼心咁預留咗電視掛架位，攤喺床睇電視真係好嘆，整體感覺好溫馨放鬆。再睇埋第二間房，呢度用咗白綠雙色同埋幾何線條做主題，充滿活力。同樣有實用嘅雙層櫃桶床，連埋 L 型書台、層板同埋特色直條紋衣櫃，一體化設計，將空間用到盡。做小朋友房就最啱啦。最後睇埋洗手間，用咗灰色主調配搭木色鏡櫃，感覺乾淨又型格。想將你嘅公屋單位大變身，住得更舒服，即刻留言或者 inbox我哋了解更多啦。